咱市城西焚化炉营运超过20档，当时的设计规划，一港的粪扫处理量只有600吨，已经无法度负荷现在粪扫量，而且防护设备嘛老旧，因此环保局规划兴建新一代焚化炉，以 BOT 按招商，委由城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超过72亿，兴建一座全新的低耗能、低污染并具有发电功能的焚化更新炉。旧厂当然会有旧厂的一个困境，那执行了20几年之后，它当然它的这个所谓的运作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降低啦，哈。所以新厂的部分呢，我们刚才有听到许局长还有李董事长所提到的，包括它的这个能源发电的部分，从20升到25，甚至到27。但是还有再来就是垃圾处理量从19万吨升高为29万吨，这个充分可以让我们台南市在垃圾处理的这个量能扩大非常的多。3日伫市府签订 BOT 合作案，由环保局长许仁哲甲城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黎明共同签署，副市长赵清惠也出席见证。该工程预计伫咧115年正式完工营运。届时城西粪扫焚化炉更新炉每工将会当处理900吨的粪扫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